由義遊營運嘅賽馬會眾心行善小意思義工平台，一直致力提供有趣又有意義嘅義工活動，鼓勵更多人培養做義工嘅習慣，同時支援社會上有需要嘅人士。今次我哋聯同滾動力量、香港復康會同大自然保護協會合作，舉辦咗一次特別嘅白泥輪椅使用者考察活動。輪椅使用者由參加者協助坐上特製嘅沙灘輪椅，體驗平日鮮有機會接觸嘅海洋環境，親身認識香港獨有嘅生態，感受被大自然擁抱嘅別樣感受，同參加者嘅真誠交流，亦讓佢哋感受到尊重嘅溫度，建立開心正面嘅回憶。之前都有去過啲自然嘅景色啦，咁但係同啲輪椅使用者過嚟，咁你就會體驗到佢哋其實有好多困難啦。咁有個沙灘輪椅，咁其實都幫到佢哋好多，咁佢哋都好開心啦，好感恩嘅。沙灘輪椅咯，都好特別，同埋出去咁樣出去真係未試過啊！嗰個蟹仔係成嚿啱，生生地幾日行出嚟。我就好開心見到我香港個海洋內咁多物料嘅，入邊咁豐富嘅。今日有咁多義工幫我哋，而今日對我哋照顧咁好。就即係根本見到同輪椅人士嘅需要啦，係因為佢哋都即係唔吝嗇自己嘅感恩，咁呢個係我冇預期之中嘅。以前我有 join 過一啲義工活動咧，我冇感受過係即係呢個機構係咁 respect 義工，得着大過付出。我反而係好佩服嗰班照顧者，原來佢哋嗰種耐性啊，同埋可以望住啲參加者同佢哋嘅照顧者係好和諧啊，一齊去到享受呢個咁靚嘅 moment， 咁其實係好開心同埋好滿足嘅。我今年78歲，兩度都難忘。遊呢個嗰啲蠔殼啦，係啊，咁我哋上個寶貴嘅課啦，就知道下嗰啲生態係點樣嘅，好開心咯。我哋希望參加者透過今次嘅經驗，加深對傷健共融同自然環保嘅理解，亦親身體會到人與自然可以如何和諧共存。如果你都關注共融同環保議題，並希望參與有意義嘅義工活動，歡迎掃描以下嘅 QR Code，喺賽馬會眾心行善小意思義工平台登記成為義工。我哋亦好期待未來同更多機構合作，一齊推動共融，守護地球，一齊出一分力，為打造一個更無障礙、更環境友善嘅未來而努力。詳情請瀏覽義遊網站。